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被附属在违法修正案，赖总统甲支持。不过那被立委就袂得啦，因毋若正式提案要弹劾赖总统，佮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。对此，杜英泰是表示讲，附属已经是上尾步啊，希望朝野会当理性来讨论。赖清德下台。大法口号，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，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，并且展开全国公听会。台和为宪总统，守护台湾民主。国民党、民进党立委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国会通过法律案歪附属、歪公告、歪一评，行为已经毁坏民主宪政，毋奈随启动专议委员会审查，警告要求被弹劾人赖清德到国会说明。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，使得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，我们的民主宪政自此崩坏。赖清德已经称帝，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，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，这个怪兽的总统。根据总统弹劾案流程，还有立法院全体立委1/2提议，2/3决议通过，结果送到宪法法庭审理。也若参与评议的大法官袂使伫10人以下，那大法官现有总额2/3同意，而且同意人数袂用伫9人以下，弹劾案的成立，被弹劾人面临改质。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，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，在宪法上，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，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。另外，伫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合作之下，立法院司法委员会18通过将杜英泰而且监察院弹劾。不过，杜英泰19回击，希望经各种救济方式，才不会附属在违法。唯有暂时让它没有办法生效，所以不予附属，是现在穷尽各种救济方式当中不得不的作为。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回归到宪政秩序、理性讨论的。杜英泰讲，希望回归宪政特殊理性讨论，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。即阵知影要弹劾赖清德甲杜英泰，朝野经揢伫遐局面，恐惊意愿难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